上真够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美国送予咱台湾250万剂莫德纳预防剂，昨昏下晡4点半送到咱桃园机场。卫福部长陈时中 AIT 的处长李英杰同齐去机场接。李英杰是表示讲，即摆美国关预防剂予咱台湾是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咱总统蔡英文嘛有录影片说多谢，嘛强调这是患难见真情。即摆预防剂量有较大，所以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打算要扩大注射，65岁以上也个有新的负责人拢做会到。美国所关证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20下晡4点半由华航波音777飞机运到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甲 AIT 处长李英杰到店去接机，见证台美坚定的情谊。这批疫苗体现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台湾是民主家庭的一份子，也是美国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合作伙伴。更是美国真正的朋友。陈时中也表示，看到疫苗落飞行机真感动。在这里，我只能说我非常的感谢，我心怀满满的感谢。然后看到这批疫苗下飞机，我心里非常的感动。这批最近上大量的疫苗，送来由拖车送往花都的货运码头，陆续整理冷链货车运送到指定的物流中心进行后续的检验、验收作业。后续安怎分配？指挥中心讲的建议扩大注射，65岁以上甲有新的负责人拢在考虑内。我想这个大概就是说要往下开那当然，我想65岁以上是我们的一个目标的族群那我们现在也提到说孕妇也会在这一波的考量之内。即摆美国由原本75万剂增加到250万剂疫苗。AIT 新闻局表示，美国白记的台湾进前的医疗援助拯救真侪美国人的性命。总统蔡英文是真心表达感谢，强调是患难见真情。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也就是说，患难见真情。尤其日本和美国目前也都还在为遏制疫情而努力，但他们仍然愿意协助台湾。我真的要再一次表达由衷的感谢。蔡总统表示，台湾已经累计处理超过485万剂疫苗，后续已经车买部分也会分配来到会。最近有真侪假信息、不实的言论在流传，制造社会不安的情绪。伊也提醒，莫因为意见不合伤害身躯边亲爱的人，边都才是真正敌人。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捐予咱250万剂预防剂，已经顺利送到咱台湾。昨暗台北101一个圆山大饭店，嘛拢有点到电话向美国谢谢。为着要感谢美国，台北101用电话写出台美合作抗疫，珍惜台美友谊 ，Thank you 这个字向美国说多谢。做回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夏至，人讲夏至风台就出事，也毋过今仔日颠倒是黄酸雨的方面瓦近，全台湾拢会落雨。咱来看分图。今日黄酸雨的方面瓦近咱台湾，加上西南水气继续引进，西南风继续引进水气，天气拢无稳定。中南部雨是真明显，北部嘛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东北部虽然是侪云较好天，也毋过嘛爱细致西北雨。气象局是有针对苗栗以南的县市发布大雨也是豪雨的特报，水利署嘛有针对南投发布1级的淹水警戒，台中甲苗栗是2级的淹水警戒，嘛爱细致水崩山、落石头甲溪水涨流。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落大水雨，地区南投日月潭即马已经强要甜啊，水已经有9成以上。另外，德基水库蓄水量嘛超过2成5。水利署是表示，有落雨安尼真好，也毋过因为靠旱时间伤过久啊，所以规个要消透水情，佫需要一寡时间。天乌乌，一直落大雨，码头边的铺排佫铺伫水面，狗只参甲巴又佫浸伫水内底，南头的日月潭佫渐渐恢复乌光山色的景色咯。根据水利署的观测资料，到20早起7点，日月潭水库的水位是746.92公尺，离满水位748.48公尺，敢若差无到2公尺，蓄水率要9成以上，是今年考旱以来的新高点。三料方面就要报道啊，离满水位也无远咯。满水位的话，应该今天晚上或是明天早上就是满水位了。
离地德基水库落大雨了后，水位也渐渐来回升。20日跳水率已经来到2成5以上。虽然早起雨势较细，不过对着水库的集水区也未少的帮助。水利署表示，虽然这波落雨对着中南部的水库拢算讲有入水，水情会疏解，不过也毋是讲会使完全来解除。我们有几座比较大型的水库，因为过去一整年的干旱哦，所以它的续生还需要时间。包括正文水库。的集水库或是鲤鱼潭水库，不过整体而言，这个目前的水情是在往正面的方向发展。水利署表示，这阵落雨是向正面来发展，不过去年开化时间伤久啊，疏解水情也时间。而水情的定号是不是来做调整，是要由灾害应变中心决议了后，才搁做考虑。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高雄的天气无好无稳定，已经落几若间大水雨，影响菜农本地会当收成的叶仔菜类甲果子，即马全拢乌有去。加上即阵三级警戒，资本要互餐厅，抑个学校营养午餐的菜嘛拢无销，变甲烂去，国不将爱等去做肥。这个一礼拜长收的小白菜，因为西南风带来雨势，天气为真热，真做大雨天，规个拢黄个烂。农民无奈表示，菜园拢安尼，干会用扦掉个种。这3天了，问啊，若较好天，也是后日，你迄个拜2、拜1，若好天来，日头晒的吼，太阳光好大，伊就安尼树掉掉了。农民讲，以前的面积将近4甲地，有2甲拢因为这3天出现落雨浸水，无法度收成。插头主管乡的农民拢拄着同款的情形，受损的菜色有大同啊白菜。那你直接下个1天，让他们有复耕的那个速度的话，其实他们是可以接受的。主管农会表示，当地农民早就管是作物因为天气受损，大部分未申请农损，是赶紧搁订正。只是疫情也让农民损失惨重，有农民为外地买过的菜并伫冷冻库，本来要经营团膳餐厅，却因为疫情销不出去，并甲拢害去，只好拼等餐内底做肥料。菜就已经不好销，已经变成我们农民没什么收入了，而又下了这场雨，让我们的所之前付出的成本而没办法回收。我已经有支持咱的农业局能够从优的赶快能够了解这个范围哈，来帮助我们的农民。农会表示，因为天气变化较大，是伫这2天农损较歹估算，毋过市府未拆解联络。市长陈其迈也强调，会全市统整，赶紧为农民争取补助。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赶紧来关心台北的农产运销公司有20个员工去划掉，即马佫传出讲包装菜色果子的派遣劳工嘛有7个人确诊，加上批发市场有一寡经销商嘛传出有18个人确诊。到昨为止，北农恐惊已经有45个人去划掉。台北市政府表示，卫福部已经同意台北市政府先定出计划来处理，所以伫今仔早起8点的时，台北市政府已经去北农设前进指挥所，由资本伫网架北配了解这个快筛团队入去北农，替北农200个人做快筛，卖大声互因注预防针。若是体检出阳性，就会随来处理，要扣出居家隔离者，避免疫情佫传出去，要确保台北甲中南部的农产运输会当正常运作。本土疫情炭烧，有家属即摆就指控讲，伊的厝内底人确诊了后，送去台北市立联合病院的中型区，转向要求讲爱签放弃急救的同意书。因是积极病院讲，敢是无愿意积极来治疗。病院是表示，医疗拢是公开透明的，病人甲家属拢爱知影流程，到时阵要做决定的时，才会知影有啥物款选择。那我们认为这个病患，他跟家属是拥有知的权利，不管是在安宁，不管是在一并共享决策，以及在他的所有的选择部分，我们是开放的，我们是提供病患所有的选择。那在这期间，我们会要求团队要能够加强沟通的能力，对病患做更好的治疗。再来关心台北树林有一间长照中心爆发严重的群聚感染，而且有民众检举讲，怀疑这间长照中心并无老实讲疫情。台北市的卫生局嘛证实讲，内底工作人员甲老大人已经有47个人确诊，其中有3个人已经死亡。
台北市树林区一间长照机构发现群聚感染，卫生局16针对机构现有的74名工作人员加大民进行采检，发现25个人确诊。目前来讲，卫生局接到民众检举讲机构涉嫌安cap疫情，才发现实际上机构已经有22个人发烧送鼻炎，总共47位确诊，包括31位大民、16位工作人员，其中3个人死亡。我们14号晚上去调查的时候，其实里面有发烧的个案，有发烧的这个工作人员，那我们也就把他们送走。那我们也叮咛，就是如果有发烧的话，就需要送医院这样。所以陆陆续续他们也有开始对这些发烧的个案也陆陆续续在送医院。卫生局讲，这间机构并无通报卫生局，是先由消防局通报确诊个案了，过2天互民众检举，第直接标菜。经过全员采检了，剩下21位阴性的大民送病院或者是防疫旅馆隔离。就是有一些住民他医疗需求比较高的，那我们就要把他送到我们的几个医院去做隔离观察，因为他基本上现在是没症状，所以是隔离观察。树林地1礼拜内确诊人数超过万架。台北市卫生局讲，就是甲长照机构发生群聚感染有关系。卫生局讲，这间机构内面的大民拢也未做过有风险，本来是排这礼拜要做，因若机构涉嫌安cap疫情，一旦负责人该隔离了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家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今仔日咱台湾受黄山河方面的影响，雨水较高，落雨嘛较明显。经济部表示，目前伫新北市的南口，也有伫桃园市、新竹、甲台中、北中华有8县市是减量供水到柑仔色的灯号。未来敢有法度改做黄灯，也是全面解除限水措施，就要看这波黄山雨水的雨落偌济。来看自由时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严重，各界嘛在关心讲国家的关键资讯基础建设敢有够用，敢会出现空棚。治安专家是表示讲，咱国内这部分的防护力是有够的，但过最近有较侪人踮厝内上班，所以嘛爱设置个人的电脑网络设备，治安的问题，避免成做骇客攻击的目标。来看联合报。香港政府逼咱台湾签一中的承诺书，造成咱派伫香港的人员无法度继续留伫香港。有7个驻香港的人员，伫昨下晡已经返来台湾，目前敢若剩1个人留伫香港，不过伊的签证7月底嘛要到期。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107个本土病例，创下37天来新低，不过死亡的个案嘛是有11例。大家即马是较关心讲，咱的防疫警戒敢会大降低？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也无即个拍算，不过部分的防疫措施会当小可放灵。国内20增加109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07个是本土个案，2例境外移入，死亡个案11例，确诊疫区依原伫上北。新北市增加44例，台北市增加31例。虽然全国确诊数是最近37天以来新低，疫情有转好现象，不过陈时中表示，也无解除3级警戒计划。目前没有说要往下3级到2级，2级到3级。在目前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在讨论还是以全国一致的方向来走。那只是在这种低风险的区域那可能会考虑某一些要求的严格度，那个强度会稍微低一点。指挥中心也公布，19个接到各地汇报18件做 A 级疫苗了后死亡的通报案例，已经有67件做疫苗了后死亡案例，不过要调查是不是甲疫苗有关系。其中有9例已经解破，大部分是心血管疾病甲慢性病，其中1例是过身了后检出确诊，9例拢排除甲疫苗有直接关系。75岁以上就有55例那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些个案大多数都是高龄长者，而且有慢性疾病。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全国疫苗已经注150万剂，注射率6.4%无理想，希望伫最近疫苗到货了后，伫2个月内注射率会用冲起来。另外，为防堵印度变种病毒，指挥中心已经在研究，入境的人解除隔离了后，爱全面普筛。最近甲地方卫生局讨论了后，就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超过1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有38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
咱台湾昨昏新增加109例，目前咱台湾是14005例。中国嘅病例有91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78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400万例，印度是超过29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7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64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81万例。镜头来巴西，来关心巴西。巴西即马治病死亡的人数，伫19个时已经超过50万人，死亡人数是全世界第4高。伫过去2天，当地嘛有举办一寡哀悼罹难者的行动，另外伫各地头嘛有出现街头示威，要求因的总统落台。玫瑰花哀悼，上街头示威，找寻希望。这是巴西人对过去新冠病毒所造成的伤害，替家己的情绪找消透的方法。2站伫咧2月正有名的科帕卡巴纳海沙堡，有采500蕊玫瑰花，悼念50万位确诊死亡的民众。标语写着50万人死亡，咱何其无辜，也是对总统波索纳洛无注重疫情的谴责。Presidente da República, presidente que desde o início da pandemia violou todas as normas sanitárias, menosprezou o poder letal do vírus, o que, portanto, amplia a crise econômica e faz com que o desemprego alcance um número incontável de famílias. 19巴西至少20个州、44座城市有民众上街头抗议，表达对波索纳洛的不满，叫伊下台。去年8月到11月，辉瑞 BNT 伫咧卖疫苗的时阵，巴西当局无回应。措施买疫苗的好时阵，也互人批评。Demorou comprar vacina, que é a imunidade de rebanho, que não vai adiantar de porra nenhuma. 22月的健康部门为管下百万较有名的帕克塔岛开始大规模自放射，目标是伫咧9月进前，为全岛18岁以上3530人全部拢自费。当地民众认为应该相信科学，赶紧群体免疫。Muito importante esse passe para a ilha, para o mundo que está acontecendo. Estou muito orgulhoso, estou muito feliz. Viva o SUS! Bora Bolsonaro! 伫咧过去1礼拜，巴西每一天平均新增加确诊超过7万例，第即马总共确诊数超过1788万，是全世界第3，只敢若输美国甲印度。死亡人数是全世界第2，只敢若输美国。巴西人口2.13亿，完全做过有放射的人无到12%，做过第1期的只敢若29%。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来去南韩。南韩为着要保存食物的种子，有打造一座种子金库，甲5000种食物的种子藏伫46公尺深的磅空。这磅空唔惊大地震，嘛唔惊战火甲核子武器。研究人员伫咧观察籽生长的情形。这是南韩庆尚北道奉化县北头大间食物园内面的食物籽金库。这一个一个内面放的是全世界各地食物的籽。 지구 온난화라든지 전쟁, 그런 기후 변화 같은 대재앙으로부터 식물이 멸종하는 것들을 이제 막기 위해서 그 야생 식물들을 보존하고 또 기간의 종자들을 중복 보존해서 나중에 미래 세대를 위해서 미래 세대가 그 식물이 멸종되는 것들을 방지하고자 설립된 시설입니다. 英国伦敦皇家食物园的调查，受到气候变迁、人口增加、环境污染加森林大量错采影响，全世界30万种食物内面有4成也未编列资料库内面进前就强要消失。不过野生食物有可能成做未来药化、燃料甲食物，为着要保存这款籽，北投大间食物园收藏4751种无共野生食物，加起来总共10万粒的籽。 放伫咧磅空内金库保存。 하나여서 지리적으로 되게 안전한 지역이고요. 좀 전쟁에 대비해서도 우리가 지하 46m 깊이의 안쪽으로 터널을 뚫어놨기 때문에 그런 전쟁이나 핵 위협에서도 안전하게끔 저희들이 조성을 해서 만들었고 또 운영을 하고 있습니다. 这座金库一当当规模6.9个地洞，伊的大门是钢铁做的。 内面用零下20度的温度加40%的湿度来保存食物的籽。这座金库是勇敢的人当核子弹，这么悬的规格，当初伫咧起的时阵，有算是5亿台票，每年的营运费用爱台票1200多万。
저희는 이제 야생식물 종자에 대한 연구가 진짜 많이 부족해요. 그러니까 우리나라 식물만 해도 저장을 하려고 해도 이게 저장이 되는 종자인지 안 되는 종자인지 모르거든요. 그래서 目前全世界只敢若瑞典甲南韩有这种食物质金库，其中瑞典的金库主要是放会当食的食物的纸，北投岛间食物园的金库会当放200万粒的纸，即嘛也可以接受来自其他国家委托储存的纸，用 OR 封存系统，封起了就直接送入去金库藏，无搁再另外检查。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的东南部受热带风暴影响，引起水崩山、甲光烈风，造成阿拉巴马州上无有12个人死亡。来关心香港的民众是决定讲，今年未举办7·1大游行，也毋过有其他的团体讲要招香港人伫7月初1行上街头。来关心南非打算要开放中小学的老师甲员工大声做预防社，是要做美国的侨生预防社，而且无限制年岁。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台中市伫昨昏有新增加6个本土病例。另外，台中目前计共有12个人参像是做预防社了后向死亡案例，即嘛互做预防社的注射率即嘛降真济。啊，那伫苗栗昨昏是新增加3例，彰化加1例。台中市一早增加6例确诊，拢是东区小火锅的传播链，市府也派人伫卡车店大清消，因为经济疫调，这家族均数包含2例无领会，就增加8人确诊。市府赶紧加开2个快筛站封堵，啊，毋过做疫苗的部分，佫陆续传出不良的反应。如果说他注疫苗，然后他今天并发症不是血栓，我当然不可能跟这起疫苗有关系吧？他就是造成血栓啊，这个 A 例，它这个也是血栓，有很多案例嘛。台中太平的黄县市讲，伊的妈妈西游子已经9年外，这个月16做 AZ 疫苗，迄一天就出现全身无力热身，10日检查发现脑部有血甲塌掉的紧急动2摆手术，目前也无脱离险境。病院表示，西游子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比一般人悬，是毋是甲做疫苗有关系？爱去调查。另外，还有86岁老先生也伫19下晡做疫苗了后往生，有里长就呼吁老大人应该暂时卖做。施打完的长辈的确诊死亡率还比确诊的还高，这个是几乎是倍数啦。我觉得可能是台中市的地区可能比较不适合长辈去施打疫苗。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目前台中市有12人伫做疫苗了后死亡，也影响治疫到厝内底住的意愿。原来我们规划跟登记的呢，大概有200到220位的长辈。那目前看起来，明天要服务的是100位左右，大概减半哈。卢秀燕表示，原本要做的是长照适龄第7甲第8级75岁以上老大人，毋过未少民众对疫苗产生疑虑，也调整人力。另外，伫苗栗甲彰化是分别增加3例甲1例确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107例，咱台湾的本土病例目前计共是12787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以上的所在，包括新北市有6140例，伫台北市是4223例，超过1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647例，苗栗526例，嘉南280例，伫彰化有255例，伫台中是193例。另外，死亡的个案昨昏新增加11例。目前咱全台湾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是14005例，若本土病例是12787例，这个数字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统计。来关心桃园，昨昏新增加16个本土病例，其中有9个是桃园龙潭某一间病院的院内感染。桃园市长郑文灿即马是宣布讲，这间病院的门诊甲急诊要停3天，而且要启动规间病院的采检，计共有超过1300人爱做体检。
桃园龙潭一间病院决定出入口封起消毒，暂停接受病人，因为19爆发医内感染，有2个伫家护病房照顾89岁女病人护理师，虽然做疫苗也是确诊，其中一位护理师的小弟也染疫。89岁女病人转到普通病房了后，伊甲其他3个病人加5位看护确诊，另外还有伫新德县的护理师亲友，总共13人感染新冠病毒。89岁女性，她在5月29号住院，住在 ICU 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昨天报的这2位护理师在照顾她。最早有症状的大概是那个病人哈，那当然这个关系我们还要调查。卫生局表示，2位护理师拢无明显症状，不过为什么已经做过疫苗也是确诊的？其实打1剂的 AZ 的疫苗，或者即使后来打的是莫德纳的第1剂，其实上在第1剂都不能够说是有完整的保护力哈。卫生局呼吁做第1剂疫苗，尽量伫8礼拜到10礼拜之间做第2剂，才能提升保护力。各启动专业采检计划，包含593名医护、490位行政人员，甲302个陪病家属，拢要追踪体检。全部的采检是必要的。那另外这3天就停止门诊、急诊。很担心啊，可是。为了吃饭也要工作啊。这2天有通知说要再筛？有，要全部筛。桃园市完成第1剂疫苗注射人有67000人，虽然看护列伫第1类医疗院所的非医师人员，不过不一定已经拢有住。市长郑文灿扩大要求病院委外的看护，爱伫当地进行驻还，避免院内群聚继续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新北市，伫新北市彰化市本土病例有加44例，是最近头一届伫50例以下。为最近确诊的感染源调查有发现讲，家庭内的群聚感染占5成，若不明的感染源是占2成。市长侯友宜是呼吁民众，观察疫情唔通干那看数字，一定要找出稳定的传播链才是关键。另外呢，新北市最近的交通流量有较大，有明显的增加。市长侯友宜嘛拜托民众，最近伫即阵嘛是爱尽量踮伫厝内。我们总算看到整体的趋势还是稳定的在往下走。新北市本土确诊病例数20增加44例，连续8天确诊拢伫上位数，第一摆比50例较低。市长侯友宜好亲像也放松一点啊，为最近确诊感染源的调查发现，家庭群聚感染占5成，家庭占了5成，比例非常的高。其中最令我们头痛的不明感染源占了将近2成。其他的包括像其他的接触者，甚至有关居家隔离或是解隔前 PCR 阳性的，也占了一定的比例。以呼吁市民观察疫情，唔通只看数据，稳定传播链是不是有吹出来也是关键。因为全台疫情短期，新北市各项交通流量拢明显升悬，高铁增加72%上济，台铁有16%，大台北载运量是增加8%。伊拜托民众踮伫厝用网络代替车路。我们希望拼最后这一里路，所以请少出门，希望用网络代替马路。全台为15开始为老大人做疫苗，不过一直传出死亡个案，新北市又增加4例。这有3位是住在养护中心，有1位是在接种站接种。那其中2位是在接种后第3天去世，另外2位，一位在第4天，一位在第5天。那他们都有慢性病，所以呢，他的死亡的原因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厘清。是不是甲做疫苗有关系？卫生局长陈润秋指出，爱等中央疫苗注射委员会审议结果，若甲疫苗有关系，都有相关的补偿。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伫昨早继续开放75岁至82岁的民众会当去注意风社，不过最近伫头团组有一寡老大人预防社注射了后出现不良的反应，所以嘛影响一寡民众搁咧丢毒，敢要去注意风社。袂少民众一早就来到指定的所在，准备要来接种疫苗。嘉义市开放75到82的民众来注射，针对最近因为注射产生的意外，来民众也是表示有注射较安心。我遐无啊，敢来住，敢我想要教的。你哪个敢来住，人拢唔敢。啊，做生意的吼，咱住外口，人因拢伫内底拢无。现在因为有不良反应，会不会担心？
还好哎，对我爸主要是看我爸他自己的心理建设应该都很充足了，所以就很 OK。这月中央分配4600栋疫苗，予家己是75到82岁的人来住。市府统计，第二波会当住的人大约有12000多人。目前预约要注射的民众有2800多人左右。市府嘛表示，民众注射意愿确实有受到不良反应的影响。我想不只是我们在挣扎，家属也非常的挣扎。我们问过的多次，但是呢，我们也衡量利大于弊。对于这一次的防疫工作，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接种疫苗是防疫的最重要一道防线。无啊，伊这生性一定爱做的啦。妈不良反应是家己爱控制也好，迄个算有像头仔我妈妈伊就还袂注意，就讲伊会头壳小可晕啊。妈伊迄是家己紧张去的啊，注了以后反应袂歹啊。因为惊注射的不良反应，第二波来做的人无拄开始遐尼济。黄明辉表示，疫苗无够的问题需要解决，感谢美国送的疫苗，嘛希望中央会当赶紧分配，提高地方疫苗的接种率。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地方放上头，镜头咱来关心疫情改变咱的生活。即马全台湾的学校是拢停课，会直到停到休热。学生囡仔目前是踮伫厝内用线顶上课，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嘛变长，嘛造成目睭甲身体负担。伫云林西地的安定国校啊，就伫线顶教囡仔空手道，互囡仔会当对电脑活动筋骨。老师踮电脑头前示范，荧幕顶悬的学生囡仔嘛对咧做动作，踮厝阁会当上空手道的课程，学生拢感觉真欢喜。那你今天动起来开不开心？开心。那你刚才有学了什么新招式吗？原地快跑。全台学校线顶上课会直到休热。西里镇安定国小除了一般科目，艺能课程嘛是用网络直播的方式来上课，互学生囡仔伫疫情期间除了踮厝上课，嘛会当活动筋骨，保持运动的习惯。在这个停学的阶段，我们可以趁机也可以了解说，我们学生他在家里的状况，还有学生的身心灵状态，这样子我们导师可以顺便进行做辅导。因为现在目前大家都线上教学，有可能早上都坐在椅子上。比较没有像这样类似的活动来让大家在家里自主练习。为着卖互学生规工用电子产品，老师是真认真设计课程，也针对室内上课的活动空间调整空手道的动作，希望会当消透学生防疫踮厝的压力。虽然防疫要紧，不过居家办公也是踮厝上课，拢爱下日互目睭小休困一下，活动筋骨，减少身体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前2站考环大批批拢无雨水，影响农作物的成长。南投草屯为着要协助新丰里30多家业稻仔田有水通引田，里长全去找台电也个水利会合作，修复几啊年停用的古井，避免影响稻仔的收成。前2站考环南投草屯镇公所特别修复停用足侪年的古井，解决稻仔冷气的状况。赞助这个古井修理这个古井真感谢啦！如果这个古井若无修理起来因为阮上下面的水流直直拢死去啊。雨水少，草屯镇新丰里的30多家地受到影响，农民拜托镇长重启水井了后，镇公所请台电甲水利会来修复。会当咧顺利将着这口井佫会恢复，因为年久失修用讲是足侪年无用所以讲伊的莫大，包括伊的装备全部都损坏我们重新都是用新的这个设备顺利完成所以讲即摆目前所有这30几架的这个水稻已经拢够恢复生气啊。加在最近有落雨，消透全台欠水的状况。草屯镇公所嘛讲，唔甘农民辛苦白了工，开30万重启这口井，希望农民的辛苦拢有好的收成。记者综合报道。那蒜头收成的季节结束啊，蒜农除了爱甲蒜种种出来了后，一班一班甲掰开，真够工。即摆呢，云林就业者引进机器，互农民省时佮成工。种蒜头的农民真无用咧整理拍大的蒜头，若整理若选出后一摆要种的蒜种，选好了后，佮爱掰互开是真了工。
婚林都有业者要自动备蒜头的机器来解决问题。家父呢，他就是有在从事这个种蒜头的状况，从原本的2块、4块，去年的6块，然后在赶工的时候，就必须要7块、8块去雇请工人，去把每一颗蒜头分瓣出来，还要再分大小。那至于这一台为什么会进口这一台？因为这个蒜头本身就不能伤到，这台机器是完全都不会伤到，而且速度非常非常的快。这台机器1点钟通掰300公斤的蒜头，而且还有真侪功能，让每一粒掰出来的蒜头拢真清气。1个小时可以300公斤，有很多的优点。它可以分出大小，每一颗蒜头大小不同，你可以去分。操作上去转换它的大小，就是蒜头的大小，它的搅拌的速度也可以做调整。拨拌好，吹出去它有多一个加风口，可以把一些残渣给吹掉。蒜头拨拌下来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干净。甲机器摕互农民试用，伊是真满意，毋但省时阁省力，而且也毋免烦恼讲用过因为掰蒜头手会着伤的代志。咱今年拄有这台自动剥蒜机，加减少着咱在剥蒜的困扰，带咱帮忙，互咱的蒜头会当掰甲足水的，阁速度紧，会当减少咱一半以上的时间甲人工。即马做田的大部分阁是老大人，有机器的斗相共，农民的负担也减轻啦。记者综合报道。新闻消息咧，关心本土疫情持续在滚价，即马又阁是毕业季，有劳动学者即马就较烦恼讲，若是3级警戒继续延长，安尼毕业生可能会甲失业的劳工伤侪抢头路。所以劳动部即马按说要持续发放奖励金，鼓励毕业生就业，嘛会继续提供职业训练的补助。期许各位当自己的风云人物，继续闯关。期待更多的闯关成功，毕业快乐。本土疫情严重，今年应届毕业生只好是改行实行办毕业典礼，也拿半岁的仪式，学生也爱家己动手。有拨过去了，在这里。哇！和疫情拍乱的唔单是毕业典礼，一个学生毕业了要找头路。劳动学者讲，虽然本土疫情发生进前，工作的课就比去年较多，但不过5月中疫情发生了，服务业受到正大影响。若是3级警戒继续落去，可能有一寡业者会收起来。到时毕业生唔但是工作歹势，可能也会被迫加失业劳工抢工课。我的估计是应该25-26%应该已经找到。那第二大类就是大概有38%就是他是毕业以后开始才找工作，真的有服务业把他大量解雇这些劳工，他们等于会排挤了这种第二类好的毕业生。在去年6月中，青年政界发展中心也个发导办实体讲座，协助毕业生找头路。今年为了要遵守防疫的规定，是改用线顶办理。我们也开始有一个 podcast 的节目。那第1集的话，我们是主要是介绍我们 YS 有哪些的资源。那我们在第2集的话，是会在下个礼拜天，是讲说求职面试的一些技巧。青年政界发展中心讲，有大学教授鼓励毕业生直直线顶这份。目前有讲座已经吸超过上100位的社会新鲜人报名。劳动部是研究今年继续办青年就业奖励计划，针对应届毕业生发3万块的奖励金，鼓励因找头路，也打算要继续办产业新尖兵的计划，协助毕业生参加职业训练。按算伫咧20月正式公告。记者综合报道。目前是全国3级警戒，真侪场所拢关起来，包括图书馆。所以有一寡图书馆，即马是甲北大合作推出伫线顶借册服务，而且是借最近即马真受欢迎的电子册。因应新冠肺炎的3级警戒，各图书馆、平台拢释出电子册借阅服务。各立公共资讯图书馆伫这段期间，嘛针对防疫踮伫厝内民众提供相关的线顶资源。民众宅在家防疫的话，他最需要的是讲，大家爱煮，大等爱煮的时阵，所以我们就会推跟那个他宅在家就能随时。可以看的食谱相关的，或者是吃的部分的健康相关的书。那另外的话，譬如说，宅在家也能好运动相关系列的那个书的推播这样子。
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表示，今年1月到5月和去年同期相比，电子册借阅数量成长45.5%，借阅人次成长52.7%。其中5月的电子册借阅数量，甲去年5月比增加70%。另外，电子册出版社也有明显的变化。最近这几个月来讲，电子册颠倒是伊的量会变大。大家拢甲较早做过册摕出来做电子书嘛。较有趣味的变化就是讲，伫个学生高三还是国三的学生都会考量，都开始发生疫情嘛。看排行榜啊，拢是较小漫画啦、小说啦、写真集啊，占据了电子书的排行榜。这几档因为阅读形态改变，加上疫情影响，电子册有愈来愈受欢迎的趋势。各大图书馆借阅平台除了电子册，也有电子杂志、电子报纸、线顶资料库、影音平台等等的资源提供借阅。希望疫情期间，民众伫厝内也是当享受多元的阅读体验，满足阅读的需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多元的阅读体验，即马咱来看屏东。屏东的图书馆即马是推出新的服务，是图书馆来竞册，而且免钱寄去民众的厝里。有300个名额，伫2点钟内就封注文了了啊！因为真受欢迎，所以即马按算要扩大服务。屏东县立图书馆总馆的人员无用咧竞册，竞好的册每一本拢爱先消毒，才放入纸箱内底。这就是图书馆最近推出的服务，规箱的册会先免费寄到民众因兜，让民众踮厝内防疫有册通看。我们其实在思考，怎么样让把这个图书馆，虽然在闭馆的期间，也有这个图书馆的一个功能哈。我们大家就企划了大概有300箱的这个阅读惊喜箱哈。那我们非常的惊讶，因为在2个小时之内哈就全部登记完成了。因为名额只有300个，图书馆嘛想袂到接受欢迎。这个阅读惊喜箱，一箱差不多有9本至12本册，拢是这2档出版的。图书馆会经纪申请的民众，佮介意什么册，佮会推荐防疫期间上适合的册。这礼拜陆续就会寄到民众厝内。亲子教养、童书以及青少年的书籍，同时以及还有其他的生活风格、推理小说，以及就是西医生活保健的部分。对，这些都是民众喜欢的类型。那总馆屏东目前有21个乡镇的图书馆，后礼拜嘛要推出同款的服务。另外，台南市45位图书馆最近嘛有线顶借册，民众家己来摕，也是寄到厝内的服务，拢是希望民众踮厝内防疫，嘛会当享受阅读。记者陈嘉文、罗维做屏东报道。体段大车拼来看欧洲国家杯的骹球比赛，因一档了后，目前开始咧踢啊。葡萄牙的球星 C 罗伫记者会顶头，甲摆伫桌顶摆几百个可乐刷开。虽讲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尔，也毋过说互可卡股票的计数是博甲稀累咧，差不多有1100亿个代票随乌有去。主办单位全赶紧规定讲，后摆记者会顶头的物仔袂使乌白叮当。葡萄牙骹球明星 C 罗伫咧参加欧国杯赛前记者会时阵，看到伊目头红红，甲面头前2罐可乐刷到镜头花，抑阁顺势摕边的矿泉水，惊大家毋知影讲伊爱啉水，无爱可乐，阁补一句。C 罗这个小动作，竟然互可卡可乐股价大盘2天，市值蒸发40亿美金，相当是代票1100亿。惊其他国家的球星会安尼做，欧国杯主办单位赶紧宣布，袂当随便采记者会桌顶的饮料。C 罗安尼先做，其他球星有无同的看法 ？Yeah, from my point of view, I totally agree. I think obviously the sponsors are entitled to have what they want if they've paid obviously the money to do so. 有一寡球员直接叫赞助商赶紧来甲因联络。Coca-Cola, Call Rock Nation. Coca-Cola, Call Rock Nation. We can work together. А можно кое-что сделаю? Ну, там, я видел, там, Роналдо убрал Кока-Колу, знаешь, я поставлю Кока-Колу, поставлю Хайникен. Свяжитесь со мной. 俄罗斯的总教练是展现战斗民族的本色，直接将可乐拍开啉。虽然市值大半，也毋过可卡可乐公司正大方，讲大家拢有权利经家己喜喜的饮料。
日本籍投拍2到6的球星大谷翔平讲出这季第20粒home run，是双前秀士了第2位至少2季20分的日本籍球員。伊這場2記 home run 也宣布要參加 home run 大賽。そうですね。単純に日本人が出てるとこ見てみたいなっていう、僕じゃなくてもっていう単純な理由なんですけど、実際に自分が出れるのは出れるってすごいワクワクしてますし。自分でも楽しみにしてます。而且大谷翔平伫咧過兩天嘅比賽，佢講出這季第22粒home run，裏邊伊個人單季上多，球季才拍一半，大谷想要成做第2位大聯盟單季30分嘅日本籍球員，看伊這擺表現機會真大。另外，咱國棒球選手羅安坤決定摕到東京奧運參賽資格，因為西班牙嘅蠻牛納達爾，抑個奧地利嘅選手提姆攏退賽，讓羅安坤順利遞補。伊係創自2004年雅典奧運以來連續5屆參加奧運的紀錄。伊係一個東奧了正式退休，結束其拍了20年的職業棒球。記者鄭偉林、張建光編輯。鏡頭來中國嘅網絡最近正是驚一個流行嘅用語，叫做倒病躺平。意思是講，面對上過頭競爭嘅社會，少年家放棄結婚、放棄生囝，嘛拒絕做資本家嘅奴才，決定要用懶死嘅態度來面對生活。因為骨力拍拼嘛無較抓，因為拼袂過現實。去年，一名北京清華大學學生拿騎腳踏車，抑個拿用筆電嘅畫面佇網絡傳開。這爾拍拼認真，互叫做下長路車神賴冠之王。賴冠是2020年嘅網絡發燒期，記嘅就是超高度競爭嘅社會，大家佇有限嘅資源內，一直將家己逼到極限嘅生死鬥。今年嘅網絡真紅嘅流行語變成倒病，意思就是放棄追求，遙遠無法度吸嘅成功，無逼死家己買厝買車，唔結婚生囝，唔消費，只維持上佳生活水準。記者假做資本家不屑的奴才。它可能折射出了我們這一代人的比較焦慮和痛苦嘛。躺平就是我覺得是一種無能為力的表現吧。倒病主義真緊佇社群網絡盛行，大量嘅金句出現，包括倒病一句菜無好過，無想要跪個袂當徛着，只好倒着等等。看起來小叫無強求，卻蘊含對社會個壓力觀。政府能夠甲青甲反抗這種細細個也無合作不服從，觸到各方敏感神經，真緊嘅倒病就是正義風山文啊。我們在事業上都是很拼搏的，躺到那裡就反正餓不死就算了，那這樣的沒有一點奮鬥的精神，我是很不贊同。同款以國壓社會出名的南韓，少年人同款活佇高事業、技術值、賽車模型內觀的挑戰地角，所以出現所謂的拋棄戀愛、結婚生囝的三拋世代。無偌久，連人際關係、買厝、出頭天頂目標也陸續拋棄，衍生出5拋、7拋，甚至全拋世代等更加極端的流行語。去年統計顯示，達到34%的家庭只有一個人獨居，比5年前加挖1成。23歲少年人決定唔結婚唔生囝的比例超過5成，凸顯這種無力改變現實、倒病導航、獨善其身的風潮。公視新聞施惠中編譯。落雨天洗衫，上驚衫袂干。俄羅斯即擺有個科學家發明一款布料，抹着水、拍着日就會當變清氣，有夠利便。一個鋪色嘅布料頂頭粘着黃色嘅垃圾水，驗過只要用水一牆，頂頭嘅垃圾水就無去。這是俄羅斯聖彼得堡嘅科學家所研發的，用特殊材料會當家己清潔嘅布。Ключевую роль в создании самоочищающихся покрытий играет наноразмерный диоксид титана. Именно его свойства фотокаталитические, то есть способность разрушать органические загрязнения при попадании ультрафиолетовых лучей, и являются основой вот этого процесса. 設計這種布料的教授娜塔莉娜講，因是用鈦、鐵、鍶、鎳、鋁、鉻加其他金屬的氧化物。製造出一種叫做乾料顏料的特殊塗料，這種塗料加布料結合了，會形成一圓糯米層。以後布若去抹掉垃圾，用水槍或者是拍日頭，垃圾就會落去變清氣。В слое связующего, то есть специальное вещество, пленкообразующее, которое прочно удерживает наночастицы диоксида титана на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И при попадании органических или неорганических загрязнений
с помощью ультрафиолетовых лучей или капель воды грязь с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грязь на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либо окисляется, либо она удаляется при стекании капель воды. 专家讲，这种涂料会当应用在任何的纺织品，包括金属化织物加纤维混合的布料，其中特别适合用在运动衫、做固定的布加室内装潢、汽车内装。而且这种涂料有各种色彩，制作出来的产品色彩会当真丰富。这种颜料的成本无悬，一平方公尺的布料加工只要$1.08，换算代票差不多30块。 这也不是利用化台第一遍应用在制作自动清洁的布料。目前，这种颜料已经在俄罗斯的沃洛格达纺织厂测试成功，有家具、工作衫加汽车内装的制造商业者有兴趣，未来可能会当应用在相关产品的生产。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 来关心环境，希腊最近这几年积极咧推动绿能的建设，也毋过却出现破坏森林的证据。因为政府为着要起风力的发电机，要甲一片森林错掉，这是引起环保团体甲当地民众拢反对。行伫咧树林内面，真侪爱爬山的人，拢会来希腊尤比亚岛中部的迪尔菲山。这个自然风景已经存在几落世纪啊。 Yam过怎么拄到力量建设的威胁？ Είναι εκατοντάδες δέντρα σε μεγάλη απόσταση χιλιομετρική, τα οποία όλα αυτά θα καταστραφούν για να φτιαχτούν οι εξέδρες, οι βάσεις των αιωλικών. Επίσης αυτά θα πρέπει να ενωθούν μεταξύ τους, το συγκεκριμένο έργο, οπότε καταλαβαίνετε ότι όλη αυτή η δασόδης περιοχή θα χαθεί για πάντα. 环保团体抗议讲，伫咧遮采风力发电设备会破坏几落英武的森林。不过，希腊长期以来电拢是靠重度污染的烧炭发电厂。怎么计划2025年将所有烧炭电厂关起来？过去一年虽然受疫情影响，民众也是支持力量建设。Γνωρίζοντας ότι τα προηγούμενα χρόνια η Ελλάδα έμεινε πίσω σε ζητήματα που άπτονται των κλιματικών και ενεργειακών στόχων. Θελήσαμε ως κυβέρνηση να είμαστε μεταξύ των πρωτοπόρων σε ευρωπαϊκό επίπεδο σε αυτή την πράσινη μετάβαση. 技术进步，国家政府辅導，希臘風力發電量自2019年已經增加1倍。不過民眾擔心旅遊觀光島會變成工業區。 Δεν προσφέρουν ούτε θέσεις εργασίας, ούτε κάποιο οικονομικό όφελος στην περιοχή. Αντίθετα, θα δημιουργήσουν προβλήματα στις οικονομικές δραστηριότητες που έχουν να κάνουν με το χωριό της Στενής αλλά και τα γύρω χωριά, που είναι καθαρά γεωργικά. Δεν πάμε ούτε να τσακωθούμε με την κυβέρνηση, ούτε είμαστε εναντίον των επενδύσεων. Θεωρούμε όμως ότι έτσι όπως εξελίσσονται αυτές, είναι κάτι πολύ λάθος σχεδιασμένο. 面對開發甲環保的衝突，當地民眾希望會當有較周全的計劃才進行，降低對島上生物多樣性的影響，留一個清氣的土地給後代。公司新聞鄭偉林編輯。 天氣報道在做伙關心，今日咱全台灣天氣攏無啥穩定。氣象局目前已經針對苗栗以南到屏東7個縣市發布大水洪特報，要提醒佇中南部的鄉親愛細緻水崩山、落石頭甲溪水漲流。做伙來關心今仔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低28度，上懸34度。 中部的溫度上低25度，上懸31度；南部的溫度上低25度，上懸30度；東部的溫度上低25度，上懸32度；外島是24度至31度。 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公視第幾台早起新聞，我是柯興珠，將親平安順心，明仔早起9點，咱再會。